羅西亞擱再針對烏克蘭的首都基輔來發動大規模的空襲，而且是攻擊到能源設施甲人家厝，造成至少17個人死亡，超過40個人受傷。甚至這羅西亞的攻擊也牽連到烏克蘭隔壁的國家羅馬尼亞甲摩爾多瓦。烏克蘭基輔市區鋁廠廠，無論是大型倉庫，也是民用主體、大樓公寓，攏真做是羅西亞上新一波的攻擊目標。這波攻擊也超工鎖定基輔的能源基礎設施，予伊大規模失電，同時燒水的供應也無啊。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as always a goal, especially last winter, because Russians want to leave our citizens without electricity, heating, water. It's genocide. 羅西亞19暝是到20個透早，除了針對基輔，也對另外5個地區發動大規模空襲。因為攻擊時間比英國有較早，所以有超過3.8萬基輔市民秘入去地下鐵車站過暝。空襲期間，捌出演電影《X 戰警：金剛狼》的好萊塢名星李佛薛伯也當咧基輔訪問，閣較秘入病院地下室避難，以呼籲美國趕緊提供烏克蘭愛國者系統。I think what the sight that I just saw revealed is how important that is, how necessary it is to try to stop some of these really powerful munitions before they achieve their targets, which are clearly civilian population.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20強調，烏克蘭唔是咧甲美國討禮物，是要家己開錢來買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希望川普政府會當趕緊做出決定。Ми говоримо не про подарунки, це про готов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купувати зброю. Важливо, щоб були ріше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і політичні рішення партнерів і передусім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羅西亞上新一波對烏克蘭的攻擊，是真濟架無人機飛過界，破入鄰國甲侵犯領空的嚴重事件，引起波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歐盟甲北約的強烈連鎖反應。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批評這是一場羅西亞針對歐洲有無針對性的普色地帶威脅行動，想要恐嚇歐洲公民，分裂歐盟，而且減弱對烏克蘭的支持。這波空襲也讓北約東邊的成員國對戰火溢出來，還有領空主權受到侵犯的危機感。也關到新的戰術，公司新聞竟完全變異。